位扮相先嚟。想唔想靚啲 OK，導演埋少少。 OK，阿導演埋少少。嗱，今晚咧就非常之開心，能夠邀請到我哋巨星飯堂啊，能夠邀請導演啦、伊健啦、阿 sa 啦，就係一齊出席我呢個飯堂。咁我哋一路傾下佢哋部新戲《我老公唔生性》，咁樣一路食啲好嘢，好唔好？導演，你講下啲點樣可以開始？你即係有呢個概念係拍翻《我老公唔生性》咧？係。唔係因為佢哋10年後咧，原來個樣冇乜點變，所以咧就覺得冇理由。心態咁年輕，因為冇理由㗎，所以你冇老到個妝濃咗啫。唔係 baby fat 係少咗啲。我睇翻10年前咧，我覺得哎呀，我真係老咗啦，又收晒水又成。收咗水好睇啲嘅，但係唔係，但係依件真係冇乜點老啫。係啊，有哇！真係唔係啊！你知唔知10年前個樣差過而家我哋？係啊！ 10年前個髮型好啲咯。 10年前個髮型，佢邊有髮型喺10年前抄亂就埋位啊嘛！係啊，為咗你會後生啲剪到咁嘅屎塔頭啊，大佬！即係你係我黑星嚟嘅，大佬！就係因為突然間覺得佢哋原來都冇乜點變咁，不如係啦，咦，即係 call 佢哋拍翻部可唔可以嚇？即係或者再拍翻部啦？即係就係咧，我覺得自己其實呢10年係真係經過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咯。我啱啱又有一個 breakthrough， 即係令到我覺得呢1-2年咧係自己係唔同咗好多嘅。即係對於生活啊，之後生活又影響翻我嘅工作啊，即係成個心態唔同咗咯。如果早幾年揾我拍咧，即係我可能都會拍咯，但係我諗我做唔到嗰陣時嗰個感覺咯。係，即係我覺得呢1-2年係好似自己咧又重生嘅感覺，即係攞得翻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嗰個衝勁啊，即係我嗰啲熱誠，我嗰個投入嘅程度啊，係。係啊，即係開心啲咯。好嗱，咁兩位又講下，即係俾東周刊網上嘅觀眾拍呢部戲，其中邊一場戲你哋覺得真係好滿意，或者好即係要好精彩㗎？最精彩咪佢哋兩個度嗰啲咯。即係嗰啲根本上我接劇，其實下次我簽合約嗰時候咧，劇本係唔可以改嘅。呢兩個自己又改一啲，係咩？係好想有翻即係10年。你梗係想有。我私仇啊，正啊！因為10年前咧講我角色阿 Yoyo 咧，佢即係佢都成日都整鬼佢咁啊，又掹佢啲手毛啊，又趁佢瞓覺又揾個吸塵機吸佢啊，係好多呢啲嘢延續翻呢一樣嘢咯。